我嘅堅持就係堅持咗18分鐘咋。歡迎嚟臨 Banquet Ophelia， 我係卡拉。今日係我嘅個人 try 環節。咁今日嘅 try 呢，就係到底俾自己唔同時間去畫一幅畫，到底個差別會有幾大呢？咁由於不記名，阿施小姐成日就同我講啦：你呢，如果畫畫呢，快啲就好啦。咁所謂知己知彼呢，我要加快我嘅畫畫速度嘅話，咁首先我就要知道到底喺有限時間之內，我到底可以畫到啲咩出嚟呢？所以今次嘅 try， 我分別會俾自己1個鐘頭、10分鐘同埋10秒嘅時間去畫同一個角色。咁最後就將所有嘅圖擺埋一齊，睇下個差別到底會有幾大，個對比會有幾大啦。希望唔好炒車啦。順便一提，我今日要畫嘅角色就係呢個唱 K 小魚仙嘅七海露之啊女主角。好，咁我哋立即開始啦 ，Go！ 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開始，1個鐘頭 ，Ready Go！Open！ 怖いな，有時間限制嘅畫畫，1個鐘頭雖然第一下聽落去感覺上有好多時間，但係其實眨下眼就會過，所以好令人緊張。我成日畫完都要畫草稿嘅時候畫埋個耳仔先，結果畫下畫下就會發現根本就睇唔到個耳仔，跟住就會好寂寞咁樣用擦膠擦翻佢。係咪可以嚟測試下到底史萊姆幫我剪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慢慢聽下我講嘢啦？史萊姆，聽唔聽到啊？史萊姆，你聽唔聽到我遙遠嘅呼喚啊？如果你聽到嘅話，你就俾個 Illustrator 我啦。啲細個其中其實畫露之亞都算係最常畫嘅一個角色，所以都稍微對點樣畫佢都有啲印象。哇！要一度講嘢一度畫畫真係好難啊！本身我已經唔算係擅長講嘢嘅類型，簡直係加有2層 debug 嘅感覺。我有一個好唔習慣嘅位就係平時會慣咗畫畫嘅時候會一度聽住可能係 podcast 或者可能係就有一啲 BGM 電台，或者我最常聽就係 BL drama， 成功令到我唔會瞌眼瞓嘅重要嘅元素。如果大家有呢個令自己畫畫唔會瞌眼瞓嘅需要，非常建議可以試下，好推薦。好，我哋望下最可怕嘅一件事就係最後反轉。個樣果然係歪噶。好，而家用咗8分鐘啫。好，冇錯，冇問題噶，8分鐘啫。草稿非常好，幾好睇啊，係咪先？可唔可以維持喺呢一度啊？草稿通常唔係話係最好睇嘅咩？最多我拆翻呢個十字啦，好不好？面對現實 ，OK。點畫好？下一步要做啲咩？好迷茫。我突然間喺個畫畫嘅路途上面蕩失咗路，點算啊？前輩，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因為之前畫畫開始，你話會畫好多呢個作品嘅角色，所以最開頭我畫嘅圖都會有呢個少女漫畫風格，但係而家好似都冇乜了。經過咗歲月嘅搓磨之後，我要畫唔返呢種可愛嘅女孩子。歲月真係令人好怕的呢。係因為今次嘅呢個企劃，我久違咁樣拎翻起我個繪圖板呢。我最初喺度決定要畫露之亞嘅時候，第一下諗揾啦。其實露之亞嘅畫基本上畫咗佢，好好畫咗佢嗰啲頭髮，
嗰兩條金色嘅大雙馬尾，粉紅色嘅人魚尾，應該都會即刻睇得出我係畫佢啊！但係諗深一層呢，佢俾出咗新嘅漫畫作品嘅，我冇乜自信可以令人分到到底我畫嘅係露子亞定係佢個女，到底有冇人可以成功分到？應該話到底有冇人可以成功喺露子亞同佢個女一齊出場嘅時候，可以分到佢哋邊個打邊個？認真咁樣問，係咪佢哋嘅分別係咪最主要係條呆毛？所以我覺得係今次去研究翻先發現，原來佢係有條都幾明顯嘅呆毛嘅。唔放大縮細真係好難畫啊！好，要講嘅就係我嘅修煉不夠，我懂了。我之前有諗過，如果佢有香港版嘅 cover 就好啦。望到台灣嗰邊有自己有少少羨慕，咁樣細個嘅我就會可以無痛咁樣跟住唱。細個學唱佢哋嘅歌嘅時候，真的不太知道自己唱咗啲咩。而家用翻肌肉記憶唱翻，就會發現原來我一直都唱錯晒歌詞，然之後就會俾前輩話：你係咪呢？細個一直都唱錯呢，所以呢，改唔到啊。係嘅，原來係咁，我而家知道啦。仲有幾耐啊？嗰17分鐘先算。佢算唔算係一個人妻啊？因為佢女神嘅狀態係都有啲個 feel 嘅，有啲攰啦，點算啊？我係一個冇辦法1個鐘全力咁樣集中去畫圖，跟住彈咩魔女啊！好攰啦，我嘅堅持就係堅持咗18分鐘咋，飲啖水先。雖然唔知我有冇講過，但我曾經買過佢哋嗰支變身嘅咪，然後嗰支咪係買日，因為喺我嘅好奇之下俾我拆開咗，用螺絲批。不過我實在太想知道到底入邊有咩秘密啦。但係自此之後，佢就永遠冇辦法再完整咁樣合翻埋一齊咧，有啲小遺憾。佢呢度算唔算遺憾咧？我記得嗰陣時冇辦法拼翻埋，對我嘅影響都幾大，可唔可以咁講？係幾在意呢件事，我想有翻支完整嘅咪。啊，係咪有人講過畫畫係一個運動嚟嘅？係，畫畫真係一個運動啊！記得 save。好，我哋搣甩我哋最初嘅草稿先。到作品人魚嘅重點就係佢哋一變成人魚，頭髮就好多好多好多啊！咦，原來左右反轉我就係成個歪咗噶啦，而家先發現添。哎喲，可能之後嘅期數就會喺度試，到底我可唔可以喺必要時可以用滑鼠就咁畫畫。咁就算我唔見咗支筆，我都唔會即刻再見，再見，再也不見。試過有一次喺個生死關頭，哎呀，需要幫人畫一啲嘢，跟住結果嗰陣時我支 Apple Pencil 就再見咗。係嗰陣時用 iPad 畫，我嗰下我個心都要死啦。好，記得 save。我而家已經好乖咁樣有一個良好嘅 save 嘅習慣噶啦。好，咁我哋唔知道上色可以上到咩地步，但係總之，其實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嗰啲上色方法好似有啲蠢。我完一略，我都唔係好肯定，定係我錯覺嚟噶咋？
好攰啊！呢個長跑啊，雖然係由我畫線稿嘅時候開始，因為成日都冇辦法將啲線稿好好咁樣填晒，點講呢？唔漏啦，所以上色就個痛苦就會連帶埋過去。仲有幾耐呢？不知不覺間剩翻20分鐘啦。時間過得真係快，明明頭先好似仲有好多時間噶噃，點解啲時間咁快就冇咗嘅？啊咧，hen啊，なんで？おかしいな。やばいな。當1個鐘頭嘅時候係咁樣，到咗10分鐘，要點畫呢？10分鐘喎，10分鐘可以畫到啲咩呢？我一緊張起上嚟就會開始講唔到嘢啦。當1個鐘頭係咁嘅時候，到底10分鐘，我哋會變得更加沉默。事前之內我已經知道會係呢個狀況，佢特登同我講，記住講嘢，老細。史大王，你感受到我嘅努力啊！就咁啦。好。停。好。咁我嘅1個鐘頭，我嘅1個鐘頭就完成咗啦！我嘅第一幅1個鐘頭嘅路子啊！大家覺得點呢？我而家覺得有啲疲倦。居然1個鐘，點講好呢？畫畫固然係一個運動吧。係。呢個就係我暫時嘅最大感想啦。我哋嚟休息一下，準備畫下一幅啦。好啦，咁休息完返到嚟啦，咁係時候要進行第2個10分鐘嘅時間。唔知經理啱啱好似係燒咗 CPU 嘅感覺，到底時間短咗係會再痛苦啲啊，定係反而會輕鬆啲嘅呢？我而家仲未有 idea， 到底10分鐘要點畫啊？總之用熱情去就是了。好，咁我哋就嚟準備開始計時啦。10分鐘 start。可愛可愛可愛啦！哎呀，好醜啊！咁樣啦，可唔可以何これ？何これ？怖いな。誰？你是誰？用水平反轉嘅時候就會有呢個可能性會出現啦。已經冇咗2分鐘啦。認真呢？10分鐘係有可能講嘢嗎？我覺得除咗我嘅慘叫之外，我可以做到啲咩啊？我可以講咩啊？可唔可以時間停止啊？我好需要個技能啊！緊張嘅時候，應該我會咁樣喘氣法。冷靜落嚟，我可以嘅。我眼佢闊翻啲，剩翻4分鐘。哭出來啦，又剩翻2分鐘。唔係，これじゃないです。不要啦！哎呀！剩翻45秒咋？
最後長牛仍然都係眼啊！會休啦啊！我話乜嘢啊？唉，會休唔制啊！我唔要啊！啊！收正啊！我頭先嘅良好傳統 save 都未 save 啊，等我 save 咗先。咁呢個呢，就係呢，我嘅第二幅，我嘅10分鐘入班啊！我真係翻去深山度修煉一段時間先好再出嚟啦。啊！果然冇咗50分鐘，50分鐘嘅差距係咁大嘅，我已經冇辦法想像下一步點算。我哋真係要玩下一個？好啦，要嚟都係要嚟嘅。我哋去下下一個環節，10秒嚟啦，最後啦，我哋就嚟睇下10秒到底會變成點啦？我個計時器已經俾我嚇到都熄埋添啦，開返先。嚟第3部分，10秒 start。係唔得，偷畫係偷畫，這樣吧，好不好？好不好？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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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個就係我嘅11定唔知15秒啦。我嘅10秒係呢度得10秒啫，冇問題嘅10秒，睇得出係邊個啊？係咪先？睇得出係邊個啊？咁3幅圖都畫完啦，分別係用咗1個鐘頭嘅、10分鐘嘅同埋10秒嘅。唔知大家有冇特別知邊幅呢？雖然咁樣問好似有啲神秘。畫完之後好攰啊！畫畫真係好攰，重新感受到。同埋原來1個鐘頭係咁長嘅，好似冇對比冇傷害嘛。不過我自己都幾中意自己1個鐘頭畫出嚟嗰張圖，好耐冇畫呢個角色，都覺得有啲懷念嘅，都重新認知到，果然時間差距真係會差好遠，可以做嘢好唔同，同埋嗰個容錯率真係有夠低呢。當短時間嘅時候，如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想提升一下自己嘅畫畫速度，可能呢一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練習嚟嘅。咁今日大概就咁樣，咁多謝大家今日嚟同我一齊玩啊！咁我哋就下次再見啦，拜拜！原來我放空腦袋真係好中意擘大個口點解我會一直擘大個口嘅呢？